3個院子陪張柏芝過母親節火遍全網，謝霆鋒的話終於有人信了。5月11日母親節當天，很多明星曬幸福，曬自己的老媽，已經成為媽媽的則曬自己的孩子。這時張柏芝也跟風曬了一次孩子，順便祝所有的母親節日快樂。她在短片中回憶了跟孩子們相處的點點滴滴，還有自己做18年母親的心得。說起養孩子的過程，她說快樂大過痛苦。當媽的人應該都知道養孩子有多難。孩子乖乖聽話的時候，你覺得好幸福，可是一旦孩子造反，你又覺得整個世界都要崩潰了。更何況張柏芝還有3個孩子。不過養孩子過程中更多的是幸福。當自己辛苦上班，突然收到兒子送過來的話，心裏覺得好溫暖。上個月謝霆鋒開演唱會，幾乎半個娛樂圈的人都過去祝賀。然而最引人注目的，竟然是他和張柏芝的2個兒子。好久不見，2個孩子都長大了。既然他們已經出現在公眾面前，張柏芝也不用再護着。趁着母親節，他放出了更多孩子們小時候的照片和視頻。張柏芝說，孩子們長得很快，除了工作，他要找緊時間陪伴孩子，否則一不小心他們就長大了。孩子走過的路他都走過，但是他要陪着孩子再走一遍。短片中，張柏芝的小兒子也罕見出鏡。小兒子雖然沒露臉，但是能看到黑黑的頭髮。張柏芝真的太痛愛小兒子了，即便化妝都把小兒子抱在懷裏。他說再抱1年就抱不動了，所以趁着孩子還小，趕緊多抱抱。這是養孩子多養出經驗了。只是在他臉上竟然看不出一絲疲憊，歲月似乎對他格外溫柔。哪怕40多歲，大兒子都18歲了，他依然年輕美麗。事後有人拍到張柏芝參加2個院子的排球比賽，他坐在觀眾席，穿着黑衣服，戴着黑帽子和口哨。即便包裝如此嚴實，網友還是一眼認出了他。只是張柏芝不在乎別人的眼光，只專心看兒子的比賽。2個段子在賽場上都好活躍，能看出他們2個打球都很棒。兄弟2個都是運動型男孩，一看就是陽光健康的類型。再加上兄弟2個長得帥，更受人待見了。這是兄弟2個在爸爸演唱會時候的狀態。當時他們跟奶奶在一起，祖孫3個有說有笑，關係特別親密。從那以後，網友們就一直誇張柏芝把孩子養得太好了。事實也的確如此。謝霆鋒曾經在採訪中說過，張柏芝是一個善良的人，同時也是一個稱職的媽媽。善良表現在哪方面？謝霆鋒繼續解釋，有很多夫妻分開後，一方會抱怨另一方，導致孩子怨恨其中一方。但是很幸運，這些事沒發生在他身上，因為張柏芝沒跟孩子說過父親的壞話，所以謝霆鋒特別感激他。這方面的確如此。想想娛樂圈那麼多明星離婚，有很多離婚之後仍然糾纏不清，一直揪着對方不撒手。比如汪峰和郭慧哲，郭慧哲始終放不下汪峰。每次汪峰哪裏出什麼事，他就會開直播跟網友一起食瓜，或者有什麼不順心的時刻，郭慧哲也會扯到前夫汪峰身上。殊不知，他這樣網友只會看笑話。張柏芝呢，離婚後從來沒說過謝霆鋒一句壞話，哪怕被記者問一些刁鑽問題，他也可以淡然處之。再說稱職的媽媽。張柏芝的兒子為什麼會受到這麼多好評？因為他們乾淨健康的不像娛樂圈的星二代，他們2個很低調，沒有不良嗜好。張柏芝說過，他們家9點準時熄燈睡覺，早上孩子們6點半起床晨讀，周末還會有其他興趣班，所以才有現在健康開朗的孩子。反觀娛樂圈另外一些比較知名的星二代，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被人詬病的地方。黃豆豆，長得很漂亮的一個小姑娘，
前些年有他跟男同學在沙灘玩耍的照片，當時很多人他這樣很不得體，畢竟年齡還小，穿着泳衣跟男同學嬉鬧有點越界了。王菲大女兒，她一直是個叛逆者，跟母親有一半。她這樣做給人的感覺是缺淺家庭關愛，總想用一些另類動作引起關注。小 S 女兒經常被人詬病打扮過於成熟妖艷，少了一點少女的青春氣息。娛樂圈的孩子那麼多，得到全好評的不多，張柏芝兩個兒子是例外。他們雖然常在單親家庭，但是一看就是心理健康的孩子，這點真的要感謝母親。自從上次謝霆鋒開完演唱會以後，也是消失了很久。也許在準備《我是歌手》的節目，張柏芝透露出了他三個兒子最近的狀況。張柏芝三個兒子最近被曝光，每個都是別人家的孩子。大兒子謝震軒成了劍橋大學搶着要的學霸，二兒子謝震南鋼琴彈得比明星還厲害，小兒子張禮成更是個6歲就會3國語言的小天才。大兒子謝震軒17歲就成了科技圈紅人，別看年紀小，他去年復刻了謝霆鋒10年前設計的機械臂，還給升級成能找雞蛋不碎的智能版。香港科技館直接收了他的作品展覽，連劍橋大學都提前2年搶着要他讀物理系。這小子在新加坡讀書時跳級3次，別人5年學完的課程他3年搞定，回家還給弟弟買蛋卷當零食。二兒子謝震南15歲拿國際鋼琴金獎，張柏芝給他請了頂級老師，每天練琴3小時起步，5000多小時練下來，琴鍵彈簧都換了17次。最絕的是他用礦泉水瓶做出自動餵貓器，帶着這發明去日內瓦參展，順手還彈了首自己寫的曲子。謝霆鋒開演唱會時，他帶着弟弟坐前排當觀眾，兄弟倆的帥氣模樣被粉絲說是謝霆鋒複製黏貼。小兒子張禮成才6歲，已經會英語、粵語、普通話切換自如。幼兒園做的帆布包被張柏芝改成了奢侈品爆款。逛街時會踮腳幫媽媽拿高處零食，網友發現他長得像年輕時的張柏芝，穿西裝給長輩倒飲料的樣子像個小大人，被戲稱喝了成長藥水。這3個娃的成長全靠張柏芝當超人媽媽，每天凌晨4點起床做便當，冰箱裡37個格子分裝營養餐。大兒子愛科學就陪聊宇宙護備，二兒子喜歡音樂就擇錢請名師，小兒子語言天賦強就創造多個環境。離婚14年，他帶着3個娃又當爹又當媽，連謝霆鋒開演唱會都要抽空陪兒子話說。現在這家人成了教育範本，老大走科技路線，老二搞藝術，老三混語言圈。網友都說別人家孩子3歲聊哲學，我家娃3歲還在摳鼻屎。張柏芝用行動證明，單親家庭照樣能養出3款頂配娃，這可比謝霆鋒拿影帝還讓人服氣。母親節當天，張柏芝在社交平台曬出一組和3個兒子的照片與視頻。單親13年獨自拉扯3個孩子，其中艱辛可想而知。華馬孩子們培養得如此出色，怎能不讓人感慨？18歲的大兒子 Lucas 陽光帥氣，繼承了父母的高顏值，站在籃球場上，運球、投籃，動作一氣呵成。那模樣活脫脫就是少年版謝霆鋒。都說虎父無犬子 ，Lucas 不僅外表像爸爸，對籃球的熱愛也絲毫不減，在球場上盡情釋放着自己的活力。張柏芝在一旁看着，滿眼都是驕傲。15歲的二兒子小 Q 是排球隊隊長，和哥哥的籃球不同，他在排球場上同樣發光發熱。小 Q 性格活潑，情緒價值超滿，在張柏芝發佈的很多視頻裡，都能看到他奶聲奶氣地說媽媽我愛你，哄得張柏芝滿臉笑意。最讓人驚喜的還是張柏芝6歲的小兒子，一直以來小兒子都十分神秘，張柏芝很少曬出他的正臉。這次母親節分享嚟，小家伙雖沒露正臉，但那側臉和哥哥們有幾分相似，肉嘟嘟的臉蛋，烏黑的頭髮，
萌態十足。一張照片裏，他被媽媽抱在懷裏，小手緊緊抓着媽媽的衣服，真覓得不幸。還有一張是他背對着鏡頭，望着上海東方明珠，張柏芝則在一旁輕輕親吻他的小腦袋，畫面溫馨得能溢出屏幕。自從謝霆鋒演唱會兩個兒子曝光後，大家對張柏芝獨自帶娃的不易有了更深的體會。離婚10多年，一個女人獨自撫養3個孩子，其中的辛苦難以想象，但張柏芝做到了。她把孩子們教育得很好，給了他們滿滿的愛，這才是人生贏家。